因若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影响花莲的观光。即摆花莲的观光业绩是落甲剩一成。根据县府的统计，目前租客的通报已经有18件，已经计共有160个人红死头路。因为地震了后，真侪建筑物拢倒去受到损害。为着要解决灾民失业的问题，劳动部即摆是伫当地开课程，教民众安那拍电锯。功夫若学起来了后，毋但会当直接有头路，嘛会当直接投入救灾。那个已经红拆除的天龙市大楼附近，规排店家铁门拢拖落来，顶下卡嘛拢无人。控诉控山花莲大地当时造成严重的灾情。本地开伫天龙市1楼的分酒行只好刷走。市区的名产店虽然无伫灾区，大地震了后生意有够歹，业者呼吁政府提出振兴计划。花莲很多都是直接相关的观光业跟他的家人，譬如说我可能有70-80个员工，如果我垮了。不是70-80个人没有薪水，而是70-80个家庭。花莲是走观光业的，那如果没有观光客进来的话，势必造成很大的一个冲击，所以我们也很怕说有无薪假或者是裁员。员工烦恼讲会放无薪假，因为连续看几啊间名产店内面拢无人客，大地震互花莲的观光业重创，业者的生意更加剩一成。汉品酒店和3月春饭店嘛，因为建筑毁损，另外倒落长期这原因，甲县府通报要大量改革。汉品酒店部分是83人，然后那个3月春的部分是40人啊。那在之前通报的部分呢，有18件160人。那在那个缩减工时的部分是没有接到任何的通报。大地当时造成真侪建筑拢倒去毁损，劳动部嘛伫花莲开拍电锯班，让灾民唔免考试、唔免负担训练费，就会当集训。结训了投入灾区的复建工程，其他工程嘛是同款，优先录取灾民做职业训练，唔那重建花莲嘛重建灾民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